来。嗯？干什么？换一个。换一个什么？你自己编一个嘛，没那么多。你下次编个天上仙女。你看我昨天你跳那个说跳就跳了，还是跳得很好啊，就是啊。再来一个新的。好。要么跳最老的，要么跳最新的。不，他跳一个他没跳。哦，对，他们自己以前经常跳的那种。他那边有个，我看一下。自己选。自己选。90个了，还有60个人。我来转，是吗？好，拜拜。他打的，他打的。哦，好，完了。跳这个吧。好。哦，尘埃落定。尘埃落定。跳得完吗？能跳完吗？不知道，这边不知道。这个应该比较老的。天天。罗马那边跳的比较多。他教我，不然我不会。你教我跳。哪个？周茂初。他叫你在前面。尘埃落定。我叫你在前面带他。老师，慢走啊！啊，慢走啊！那个可以帮我拿下吗？等一下。99个人了。来。雍真，等一下啊。好的。我有点帮忙。哪个？尘埃落定。往外面走点，下边走点。不，他就在前面嘛。你在前边，在前面带他。你是哪里？是的，这个地方比较舒服啊。对，应该是那里。哦，应该是这里。对我来说就拍2个，对他来说一个人。我们就不存在2个人一起拍。就声音比较小，收不进去。再见。这左车了。不是跳那几的吗？那几的跳舞对吧？你们刚才不是跳那几的舞？对。这作弊很完美啊！作弊，这是作弊。这考试作弊啊！开卷考试这叫。开卷考试。对。我们就说的开卷考试。我们太难看，太难看了。好看的跳不出来。跟这跳的我们比好看。52场。真的。哪一个跳好？我要跳舞的话，他说他要从哪里比较不提升，这次他要做这种比赛。这个会的吧？我觉得我们的操作好，想办法这边有人大。另外跳舞的是了，另外跳舞的是苏拉小姐姐，藏族苏拉，对，是苏拉小姐姐。哇，跟爸爸来干一我走了。
开得不错，开得不错。谢谢。雍正还在吗？雍正他去了。你们俩一起跳吗？合跳一个，一起跳吧。合跳吗？你们俩合跳一个吧。来吧。都在一起了。过吗？跳什么？你们俩？过的吗？对。苹果的没有，我自己安着。苹果的我这边有，你们俩跳什么？但是要走了。跳卡子是吧？他应该跳不来。我晓得。还有跳罗马那边的。明天配嘛？你们穿脏装，明天一起配啊？明天拍吗？明天配，穿脏装一起配。明天嘛，明天都不今天他这样。真的。秋吉要拍吗？不拍了。还有一个。三个一起来吧。你们3个一起算了吧？你们3个一块儿吧。反正都衣服都穿上了。中间嘛。来吧，你在中间。你在中间可以。可以啊。真的可以。就不要耽误。来来来。就那个，就那个可以。我知道了，绅士强。你跳7毛5吗？他中间领我。来，这个我来吧。好，我来。反正是最后收尾了嘛，3个一起跳，跳了就走了。绅士枪膛在哪里？没有，我来放也可以。枪膛。有。可咱们把这东不真的。秋姐已经跳了2次了。刚刚我这个是我没有力气了。我饿的肚子在叫。你心里现在想吃的就有动力。好，可以了。前面带嘛，就公开的，前面人教。还有一点，快哎，了。我的绅士枪膛在哪里？几吧？貔貅也来了，欢迎貔貅。还几？我看不到。相机一直录的呀。一直在反正已经亮红灯了，马上。2个半小时吧。估计只有100%。你这个相机的也得传好久。对啊。昨天我这压了都60-70个 G，这个单独重新买了一个新的。iPhone 1，这个2000多，2200嘛。它是版本2500的。应该收声要好点。好多啊！其实对我来说，A1的收音已经是最好的了。以前那个F-X6那些，它那个收音不行。不用单独插电。不用，直接插热讯。但这个用了只是它8种收音模式。这个是最全面，它只收这根本最强的。哦，这个好。秋季考到脸了，脸都不残了，全部透，现在好一些。周末除了170，171，171。出去不要埋头。
不要把头埋着下去。你不要看地面，还是看底。你跳越远了，嘎，我感觉他们越走越远。这边全是吃的，根本就不担心。这前面走麦当劳，那边就是小吃一条街，到处是。对，所以跳舞一样，你都要故意做现在。秋姐好幸福嘛！我知道，可以。连个大美女陪你跳。对，太幸福了嘛！哎，幸福。肚子都饿了，你看那个。秋姐，你的头为什么老是往下面抬，就不抬起来吗？你不要低头嘛，你不好，对，你不好意思吗？顺便。